盘托蒙皮信，上托手，坐练上困手，上感手，踏刮擦擦，嘿，精精收。爱是梦真庄，面冷是落的忍。群跳现爱做研究的时啊，就有的期日，现爱的生活。做研究的时啊，屠杀拢袂打群跳练群跳啊。一坎的群跳踮台湾啊，已经有200多年了。古早的时啊，踮面冷的忍啊，切切拄错治安啊，不良的坚忍的事件啊，现来保密天面啊，一定要有上好的功夫啊。留下来的群跳有3大派别，分别是琴七筒、进行沙、木架馆，发展至今200多年。各自的群跳拢无同款，义勇的精神啊，将后人的传承。对小朋友7加2-3忍融合群跳，立马虽然无用刀枪，不过练群跳对身体容肯啊，甲做人的道理啊，先跳要紧的事情。练群跳的精神啊，就是一生活，袂当欺负他人，只为做生活的安全，甲练家己的身体容。爱甲自身好的头脑啊传承落去，向可能感觉啊好西方的功夫啊真好养。不过啊，爱讲啊，练一坎群跳的人啊，经历由内心啊发生自然中医的力量，